台乡亲啊，有4大保险为后个月开始有新规定，像医疗险，未来理赔只会当用正本，共一个器官的手术只会当理赔一届。要休热，真侪人拢拍算去国外游览。金管会保险新规定嘛，要伫7月份实施。你有平安保险意外死亡甲失灵，费率上限将会调降20%，也就是讲出国去耍，保险费用会搁较俗。是讲影响上大是实支实付的医疗费用，理赔拢要用正本的收据。假设我一个医疗花费我花了10万块，那理论上实支实付就是我把我花出去的10万块拿回来。但是我们台湾的保险制度独有的保险制度，让你用副本理赔的状况就是，假设我买了3家实支实付，那3家都要赔我10万，所以我花10万块我可以拿30万，那这就不合理啊！这样子只会有一个结果，就是大家会拿保险赚钱啊。因为实支实付医疗险时常被乌白用，是讲袂少人是多方面的保险，是因为要弥补无形的损失。毕竟破病时工作生活拢有可能被影响到。这款避险的策略未来会失灵，后届实支实付医疗险，若是头一间赔了无够，第二间会使用差价方式去理赔，原则就是袂使超过医疗的总费用。业者有反映需要相关的作业时间，譬如说他的商品需要改版，我们会同意业者在10月1号完成相关商品的修正。实支实付医疗险的新商品将伫10月份推出，是讲失灵险新规定7月7日就实施，旧版的产品就会回收，新版会将失灵分做意外加疾病，意外造成失灵才会理赔。那过去很多人会拿长照险来比，跟它比，就是因为意外或疾病的认定其实是一样的。那长照贵很多，大家就会觉得那我当然买失能险，失能险比较便宜啊。那可是其实失能险有个问题就在于说，它用意外的失能等级表来包疾病，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分红的保单部分未来是袂当将高分红当作宣传的伪损，同时要求现金的流量要做测试，口座嘛要做分开。保险的规定，剩较无2礼拜就会改变，咱的乡亲都要详细去注意，确保本身的权益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